了啊！呢單嘢一級戒備，老細聽日去歐洲，你個 plan 有咩損失，你孭唔孭得起？哼，我已經計過晒數，用漫遊入費最直接，程序上完全冇問題。程序？你而家非常時期啊，漫遊限速，老細要視像啊，你俾咗幾百 KB 佢，你知唔知每個 decision 都有後果㗎？咁點啊？配合了解買卡啦！我唔要解釋啊，我要解決問題。兩位阿 Sir，唔好嘈。根據爽 WiFi 條例，單嘢可以咁樣解決。第一，無限數據不限速，滿足柳 Sir 嘅要求。第二，24小時櫃台取機，符合李 Sir 嘅程序效率。香港法治精神，唔係香港網絡精神，就係要快。我冇問題。無論你身處世界邊一個角落，我哋都唔會俾你 disconnect。爽 WiFi 以最強信號解除一切旅遊緊急狀態。